認得你啦？都你認唔認得我？認得認得認得。咦，我哋嗰陣時見面係邊年？嗰陣時你唔望我嘅喎，呢個咩傾偈？你記得嗰陣時我哋企喺張床度啦，係咪？咁就你有你講，我有我講嘅。你然之後我哋眼神好少接觸嘅，但係而家咧你真係令我好驕傲。第一咧台上表演得好有自信啦，技術好好啦，咁你又可以達成你心願係嘛？我記得嗰陣時你講你係中唔中意？感覺點啊？覺得有一個好大嘅轉變，然後就即係都係第一次嚟紅館表演，所以就好興奮、好開心。大把機會，仲有更大嘅舞台啊！好嘛，每一個年輕人都有呢個切片，特別感動啊！其實我好感動，你要多謝姚老師，沒有老師想照顧。那請不請你啊？肯定。肯定啊嘛。係，而家考過8級嘞。8級啊？嗯。多長時間8級？他有級，然後馬上就8級，3年之內，對不對？3年。辛不辛苦？辛苦啊！睇下啲手指，哇！真係下咗好多苦功噶噃，起晒枕噶噃，係嘛？但值得係嘛？今日真係彈得好精彩。他說他帶來小的一段要給我們特首匯報一下。好，點啊？可以俾睇下我嘅。哇！精彩精彩！